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part 啦，咁包括有可能玩下啲遊戲啊，咁訓練小朋友嘅一啲嘅集體嘅活動啦。最深刻嘅就當然係呢一個 food station 啦，咁好多隻港醫院去準備咗好多嘅唔同食物嘅材料。咁除咗整嘢食係開心之外，另外佢哋係更加學到點樣咧去選擇健康嘅食物。咁因為小朋友咧去學習一啲營養嘅知識過程咧，其實都會了解到食物究竟係點樣製作出嚟啦，就可以俾佢哋知道咧，其實食物係嚟得得來不易嘅，咁就可以幫助佢哋去學習咧點樣去減少浪費食物嘅觀念。啲食物咧對人體係有幫助嘅，希望之後我可以長大成人，為我個仔仔啊、阿爸阿媽啊買多啲食物。影相嗰部分可以提升我哋嘅膽量。我中意遊戲室，因為可以同同學一齊玩。我下次會再參加。如果有下次嘅話，我一定會嚟，因為呢度有好多唔同樣嘅嗰啲活動，令我哋有多元化發展。我覺得今次義工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啦。其實今次令我學識咗係耐性，只要耐心啲同你傾下偈啊，教佢做嘢，佢哋就會開始聽話，開始乖。我看到有好多小朋友跟住我做動作、跳舞，露出了好燦爛嘅笑容，我就覺得好有成就感嘅。